大家好，歡迎返嚟莊山頻道。正義女神嚟到第24集，控辯雙方都係律政界最 top 嘅高手，但作為控方嘅高淑華喺結案陳詞嘅控詞做唔到一劍封喉，置天雪於死地嘅效果。究竟佢係力有不逮，定係有心放水？其實喺開庭之前，高淑華因為揾到高成斌嘅遊戲賬號，就即刻刪除咗呢個遊戲賬號，同時發現高成斌已經靜靜雞返咗嚟香港。而開庭前，佢約言官去佢嘅律師樓傾天雪呢單 case， 佢希望可以同言官做一個協商認罪，叫天雪認誤殺。然後佢同律政司方面求情輕判，佢同言官講係為咗天雪好。咁佢呢一個動作係真係為咗天雪好，定係想快啲 close 呢個 case， 唔想再牽連到佢個仔高成斌？當時言官一口拒絕，高淑華就話到時喺庭上唔好怪我唔留手，即係話佢唔會留手。但係當佢喺庭上見到言官拎出張景祥侮辱佢嘅網上留言之後，佢可能覺得佢個仔牽涉嘅機會好大，再加上針孔攝錄機影到嘅1.65米高嘅第三者同高成斌嘅身高一樣，咁高成斌涉案嘅機會就更加大。結案陳詞之前，佢喺庭上已經偷偷 send message 叫人準備馬上送走高成斌，即係佢已經打定輸數。去到結案陳詞，高淑華嘅控詞非常之薄弱，佢話天雪係因為俾張景祥拍裸照，所以攞出預先買嘅兇刀去殺死張景祥，而當時張景祥已經暈咗喺地下。其實呢個控詞真係好薄弱。第一，天雪點解會知張景祥會拍佢裸照，然後事先幾日已經買定一把刀去準備殺人？第二，佢俾人迷暈咗，醒返之後見到張景祥暈咗喺地下，咁張景祥又係俾邊個迷暈嘅呢？張景祥點會暈咗喺地下呢？咁即係案發現場肯定有第三個人啦。針孔攝錄機亦都影咗案發現場有一個1.65米高嘅第三者出現，咁即係話呢個1.65米高嘅第三者就係可能迷暈同埋殺死張景祥嗰個人啦。唔通話張景祥喺迷暈完天雪之後再迷暈自己，咁荒謬咩？既然咁多疑點，咁有乜可能將天雪定罪？至於高淑華係咪放水，我覺得一來佢自己心中有數，覺得有可能係高成斌做嘅；二來如果佢夾硬創造一啲證據去陷害天雪，咁佢良心上又做唔出，所以唯有草草了事，然後盡快安排高成斌着草。如果你都中意睇正義女神，希望你幫我撳翻個訂閱掣，咁就唔會錯過條片啦。我哋下集再見。